係咯。你今日做咩啊？今日係個好日子，我專登為你安排咗正式嘅拜堂儀式。喺我哋嘅關二哥面前，今日你拜我做大佬，從此你就係我夏六一一世嘅好兄弟。兄弟一樂，血灑九州。兄弟一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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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血灑九州。你點解唔問過我就做呢啲嘢？小馬講得啱，之前要你加入驍騎堂，太過草率啦，所以我今次一齊以最高規格辦。飲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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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飲我講過一次，而家再講一次，我何初心永遠唔會做你後一條脷。